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谚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谚是花上头掠杀某。伊的意思是讲，花上的头无头毛，哪有可能会掠到杀某？这是一件白了工的代志。伊阁有另外一个意思是，明明花上的头就掠无杀某，你煞讲有，安尼就是在画唬咱，甲无影的代志讲甲敢若是真的。所以，亲像即款做代志白了工，也是乌白生话的行为，咱就会使讲伊是花上头掠杀某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